人的目睭有真复杂、真幼弱的神经哦，若受着伤，就会影响着视力。台湾大学甲台病院合作，经过7档的研究，利用这种电棒线来做人工角膜。伫动物实验嘛，已经证实讲，这款角膜有神经再生的效果。 白色色胆像一张纸，这是台湾大学甲台病院合作研发的电棒洗材质，被用来制作人工的角膜。这款材质已经透过动物试验证明，会使促进修复视神经。神经跟神经断掉了，那你要把它接起来啊，那它没有办法好好的长，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材质放在这个中间，那它就可以让它很好的长起来。 台团队表示，目睭的神经去伤到是侪患者视力受损的主要原因。目前视觉神经修复的药物真贵，成效阁有限。团队研发这种材质，会使释放促进神经成长的物质，也让神经沿一定的方向成长。一条一条有方向性的一个材质，所以神经就可以沿着这个有方向性的支架生长，它也可以慢慢释放一些神经修复相关的物质。这个将来是做成一个医材，做成人工角膜或者是人工视神经的修复的支架，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材料。目前这种材质，敢若证明会使促进神经成长，也无法度证明会当恢复偌济视力。团队表示，这种材质也会使使用修复别的部位的神经，期待进入临床的阶段，会当有进一步的发展。记者郭武长随台北报道。